写的吧？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只想请白老师乖乖配合。难道明天爱他会通灵？你竟然耍阴招！可恶的明天爱！非常好，100分。看一下腕标的低潮有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你的小秘密了。哎呀！你的粉红色小裤裤。张少阳。每周六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政治新闻，高手过招，我给你武林秘籍看门道。社会百态，重案追缉，伙伴柯南带你挖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7月16号第41点台记新闻。新闻上新的消息，要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天气哦。目前热带性低气压准风台丹纳斯位伫台湾东南方海面上，上新后尾模拟，伊有可能哦，成做今年第一个传心台。中央气象局表示讲，上紧今日下晡到暗时哦，就有可能来变做风台。什么时阵会发布海上警报或者是陆上警报？咱来听气象局上新的讲法。目前热带性低气压在鹅銮鼻东南方大约820公里的海面上，我们预估在今天下午到晚间这段时间，它是有机会增强为轻度台风。那么它的移动方向其实先往吕宋岛一直到巴士海峡这方向移动，但是移动到这附近以后，由于目前在台湾上空的太平洋高压可能稍微东退，所以相对而言会导引这个热带系统会有往偏北方向移动的可能哦。那其实要提醒大家，就是它往北是怎么样角度靠近我们气象局会持续注意，但也提醒大家，目前看起来从明天开始，我们就会受到热带性低气压或是外围环流的影响，然后一直到星期四、星期五，我们都会受到这个系统影响。那么在明天，整个花东地区断断续续有降雨，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另外，像东北部啊、北部山区、南部地区断断续续有短暂阵雨，但是其他地区的天气就会比较晴朗，午后有一些阵雨的现象。而且明天在中部以北地区有可能出现比较因为过山有沉降或者焚风的效应造成的高温，一样在金门地区也会有。至于星期四、星期五这段时间，我们就受到这热带系统的影响，各地天气都不稳定。尤其花东地区和中南部地区的降雨可能出现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另外，在花东地区和南部地区更可能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下雨哦，所以提醒大家，天气会逐渐的改变。那么今天、明天开始，在台风或是热带性低气压逐渐靠近过程中，其实我们东半部的沿海、恒春半岛沿海，甚至明天开始南部沿海进入北韩沿海，有机会出现局部性的那些长浪的现象，这种情形也请大家多留意。最快它什么时候可能会成台？那海陆警预计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我们预估以这样的发展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有可能有机会变成轻度台风。那么如果它还是依照我们的预估的方向和速度移动，气象局有可能在它变成台风以后，在今天晚上有机会发布海上警报。至于陆上警报，其实真的必须看它形成的位置以及未来的移动。那么有可能也会在明天有机会发布陆上警报。至于今天的天气，也是要提醒，其实今天受到整个，其实在我们南边是整个大低压带啊，目前在我们这边是一个就是一个下沉运动区，相对而言天气是晴朗的，所以各地温度都热。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今天只有基隆北海岸和宜兰地区没有在高温资讯的地区啊，但这些地方温度也高，所以各地都可能出现35度或36度的高温，请大家出去今天外出要做好防晒工作。明天一样，新竹到台中以及在金门地区也会出现高温。因为那个欧美那边好像模拟说有可能会形成穿心台，所以我们这边目前观测的状况是怎么样？就像刚刚所提的，台风在靠近菲律宾北部或者巴士海峡的时候，它有机会向北移动，但这向北移动的角度是改变原本向西北方向移动角度的多少偏北的距离啊？也就是说，它在什么位置开始用什么角度往北移动，这是气象局持续关注的。降雨的部分是不是4、5的时候会很明显？是全台有雨，还是哪边特别明显？然后另外是雨会比风还要来的明显。这台风它目前是在整个大低压带中，所以就雨的方面，明天开始我们预估整个东半部地区和南部地区断续有降雨的现象，而明天主要是花东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啊。相对而言，在中部以北这些地方天气是比较稳定，容易出现高温。之后星期四到星期五预估是这整个系统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所以各地天气都不稳定，容易有降雨的情况，尤其是东半部地区、南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提醒大家，花东
和南部地区容易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下雨。那当然，整个哪些地方会下大雨或豪雨，我们会看整个台风它的发展以及它的移动，然后再提醒大家。目前最大的几率、最可能的几率是海陆警影响的范围会是在哪些县市？现在这个台风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形成，以及未来它移动的角度，会影响到。当然，首先海上警报应该是不容易跑掉，那当然会先以巴士海峡东南部海面先为准，但之后到底会不会发布陆上警报，或是哪些地方会进入陆上警报区域，真的必须看它之后的移动状况。今天忽然出现好像路径比较偏北转弯的状况，跟昨天好像有点差距，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并没有差距哦。昨天我们同仁有跟大家解释，台风到达南海附近的时候，太平洋高压会减弱，所以台风会往北方向移动。目前的看法还是一样，其实我们持续关注就是台风它在热带性低压或者台风移动到吕宋岛北部、巴士海峡甚至南海的时候，要看看太平洋高压什么时候向东退，而且向东退的范围会影响到这个热带系统向北转的角度哦。这部分气象局其实这几天会一直注意，因为不管在什么地方北转，对我们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路径什么时候会比较明朗？这样的情况其实还在观察1-2天啊，大气形态的变化并它会逐渐的变化。那大方向我们掌握，可以看到明后2天会有这种现象，但什么时间出现，最重要什么位置出现什么样角度的变化是我们要注意的。它如果成台，是不是顶多就只会到青台，不会再往上？看起来它影响我们的机会会以轻度台风为主，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或是未来形成的轻度台风，它是在整个大低压带中，所以当它很接近我们的时候，其实影响我们的是整个大低压带中的云系都会影响我们哦，所以天气都会受到影响。好，谢谢。可不可以再帮我们整理一下，就是这个台风最快什么时候生成，海陆警什么时候会发，然后它靠近台湾的时候是会以什么样，比如说青台，或是有没有可能再到中台下线之类的？好。目前热带性低气压在鹅銮鼻东南方大约820公里的海面上，我们预估今天下午到晚间它有可能增强为轻度台风。目前预估它未来是往吕宋岛北部甚至到巴士海峡这方向移动，之后它有可能向北转哦。那北转角度如何，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同的。那么另外也提醒大家，明天开始我们就受到这个系统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甚至星期4、星期5是它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一旦今天晚上如果真的增强为轻度台风，气象局有可能在今天晚上发布海上警报。但是至于哪些之后，譬如说哪些地方会进入海上警报，甚至大家关心是否陆上警报，我们必须看未来它整个移动状况而定。有关这风台消息，台视新闻也会随时为您来报道。另外，同款上新的消息，这是铁路警察李成汉，伊伫处理乘客补票纠纷的时阵去互一个姓郑嫌犯夜倒界抬死。今仔日下晝9點來進行公祭。李成汉伊91歲阿嬷，伫伊厝內底人的攙扶之下是來到現場，因為呢因厝內底人煩惱阿嬷袂堪的，所以呢伫出山進前一天才甲伊講伊的孫已經過身去的消息。另外呢，也有李成漢伊的查某孫仔嘛是哭甲目睭紅記記，無法度來接受講阿舅已經過身咯，場面真莊嚴嘛真悲傷。而伊的靈位呢，也將個歷史加以中歷史，互大家來懷念。騎鐵馬呢，大家攏真介意騎的這個紅鬼喙步道哦，傳出講有騎鐵馬的人在翕相擋在路中，差一點仔呢就去互騎機車的人甲伊弄着，雙方呢因此佇街路安尼就愛罵起來。詳細情形，咱連線記者陳英如。好，主播各位观众，您可以听到刺鼻的喇叭声持续传来，机车骑士紧急刹车，因为路中央站着一名穿着轻便的自行车骑士，他疑似为了帮别人拍照取景，就这么挡在机车的前方。要不是骑士反应快，可能早就撞个正着。可是没有想到，这名男子竟然没有赔罪哦，他反而是回过头指责骑士，路这么大一条，一定要这样按喇叭吗？也因此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口角。带您看一段现场情况。那你就是站在马路中间就不对啦。不对了，怎么样了？所以你的怎么样什么意思？要怎么样？对啊，你一定要这样子来找麻烦吗？路这么宽，你一定要这么找麻烦，是不是？这边过不去吗？过不去吗？这个路啊，这边有没有超过双黄线？啊？你可能
其实这个地方呢是单车圣地，丰贵嘴步道，有不少的骑士都会来这里观光。那么您可以听到，男子虽然自知理亏，却还是认为机车骑士是在找他们麻烦，甚至还飙骂脏话，就连他的同行友人也都凑过来帮腔。那么机车骑士觉得实在是不可理喻，只好先行离开。事后他把画面 PO 到网络上，直呼骑单车上山下海是很热血，没有错，但是造成用路人困扰，真的很不应该。以上是目前情况。好，咱感谢英如提给咱上新的消息。另外，高雄市三民区有一间真有名的青草茶店，15号暗时10点钟咧，熊熊煞烧起来。厝主表示讲，家己伫2楼内兄弟哦，一时煞袂记得顾火，地势就翕烧伤久才会火烧厝。等到发现的时阵哦，火已经烧真大，还阁拖到3楼哦。互你家在厝内底所有人拢即时走出来。不过，就伫灌救的过程当中，厝主因为偷走入去火场，想要摕物件，也造成伊的骹手小可 烫伤。浓烟烈不断从透天厝窜出，2、3楼陷入一片火海。玻璃窗耐不了高温，现场频频传出爆裂声，就怕会砸伤人。警消人员立即扩大管制范围。15号深夜10点多，高雄市三民区这间知名青草茶店突然窜出火光，幸好屋内人员第一时间都顺利逃出。 屋主第一时间表示，自己在2楼煮茶，一时之间忘记了，导致焖烧过久才会窜出火苗。 幸好第一时间发现异状，立即将瓦斯关上，避免酿成爆炸。但火势依旧蔓延迅速，在消防人员的积极灌救下，顺利将火势控制。但屋主好几度偷跑回火场，造成4肢轻微烧烫伤。我帮你降温，用麦风掉，你把回把麦风掉，火用得。 救护人员立即协助降温，并紧急送医。经过治疗没有大碍，幸好整体火警没有蔓延到邻近民宅和一旁的变电箱。详细的起火主因有待调查厘清。叶正云高雄报道。 所来社会司要提供给观众朋友的是，南投偷摕菜罐的贼仔又搁出现了。第3号下晡1点外，一个查甫人到菜罐行来买菜罐，想袂到呢，伊趁这头家无注意的时阵哦，甲桌顶呢摆一罐菜罐呢，一塔先放伫柜台边，头家看无到的所在，所以呢就偷偷呢，甲伊呢放入伊的落地内底。店家因此损失9500块。店家发现了后是气噗噗咯，掉一监视器，嘛甲这个影像打入人面册，才知影讲。 原来这个查甫人伫无偌久之前，嘛伫其他的菜馆行用同款的手法来偷摕菜罐。 另外，咱来看这个歹徒，真正是真恶质哦！假人客伫高速公路顶头，讲要来抢这个计程车的司机。嫌犯当时坐计程车经过这国道3号北上46公里附近的时阵哦，熊熊伊就提出伊有先就准备这个菜刀来抢钱。阮将伊真无甘愿啊，双方也阁发生着有力的冲突。混乱当中，歹徒是抢走4700块，不过呢，也甲菜刀落伫车顶，就熊熊公公呢伫高速公路顶头跳车要来逃走，不过上尾啊嘛是去互警方甲伊抓倒来。 这台客运车停伫加油站的外口边仔，阁有几来警察。运将看起来真惊吓的款，因为伫无偌久之前，有乘客举菜刀甲抢劫。警方赶来收集证据，伫车顶找到犯案用的刀仔，顶下阁有花。15号下晡，高速公路发生抢劫的案件，现场的运将伫桃园市大溪新兴路载到一个查甫的人客，伊讲要去新北市的淡水，想要到车驶到国道3号46公里的所在，查甫人雄雄举菜刀出来讲要抢劫，双方伫车顶 QQ 乐乐，不过尾也是互抢走4700块。 嫌犯行抢得逞之后呢，竟然是直接打开车门，在国道上跳车，想要徒步离开。现场的运将甲车为土城交流道驶落了后，就随报警。拄啊好，国道警察伫巡逻，发现嫌犯家己一个人行伫国道的路径，就当场给抓起来。计程车司机是从桃园的大溪搭载这一名民众要到淡水，菜刀。 那行抢新台币4700元。客运车运将互刀仔划着受伤，好加在治疗了后无啥要紧。这个嫌犯是凊彩找一台客运车来犯案的。伫国道顶的抢劫，佮冒险跳车，伊可能拢无想过讲，伫国道根本就无路通走。若是互车弄着，可能含命嘛无去。记者综合报道。
一个有心的查某人去拄到恐怖的青婚人，一路对伊转去伊住的这个社区。新北市有一个姓陈的查某人，要阿嬷转去厝里，入去社区才发现讲这后壁有对一个查甫人，甚至呢也个对伊入去电梯内底，伊惊甲赶紧来报案。李嫌犯看到这个有心的妇人人，因兜的人走出来了后，就马上来绕跑，上尾啊社区保全冲出去甲伊抓起来。行为真奇怪，这个查甫人伊才承认讲，因为伊家己的感情受到创伤，心情无好，才会犯案。穿红衫的查甫人雄雄公公为社区行出来，后壁还有人伫咧让伊。保全看到感觉无对人，过去关心，想袂到查甫人就开始用走的。会遮尔紧张，就是因为伊无偌久之前，甲一个有心的查某人缀，差一点仔就缀入去到人的厝内。一个穿红色衣服的人尾随一个孕妇进来，我真的好害怕哦。代志发生伫新北市的新庄，14号下晡5点外，一个有心的查某人伫转去路的发现有人咧解缀，本来想讲行到社区就安全啊，想袂到嫌犯也是甲缀条条。当时被害人呢，因为忘记带磁扣，才刚到警卫室借到，没想到呢，一进到社区的大门口，嫌犯立刻又尾随上前，甚至还跟进电梯。上憾的是，嫌犯佫伫电梯内底找伊开讲，讲家己住伫共一层楼，查某人惊甲看到电梯门拍开，就随时因兜的电铃找厝内的人斗相共。嫌犯发现厝内有人，就赶紧要选，查某人的亲人甲社区的保全约过去报警抓人。也比较害怕了，也没有多问。后来他出电梯，他就跟他一起出电梯。后来他狂按电铃的时候，他姐夫出来开门，然后姐夫也看到说啊你是谁？该涉嫌人呢，他是因为感情的问题，那多日没有睡觉啊，精神恍惚。警方赶来了后，查甫人唔承认犯案，社区发生这种代志，厝边头尾嘛拢真惊吓。啊，这个姓陈的查某人虽望敢若是惊到娘娘，无影响到巴肚内的囡仔，不过也是告对方侵入主体，希望莫阁发生同款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15号下晡1点左右，台铁内力到中立车站中的这铁机仔路传出讲，好亲像是因为温度伤过悬，致使着这铁机仔路拢变形去。不过经过工务单人员检查了后，发现讲只是铁机仔路的方向有较歪去，评估了后并未影响到行车的安全。不过呢，因为讲经过火车，车厢是摇甲真明显，车厢只会当呢这减速来通过，以时速30公里豆豆啊行，等到修理了后，才慢慢提悬到时速50公里。大附近的民众讲，台铁火车驶过内力到中立车头中央的路段，拢会出现奇怪声，怀疑铁机路可能有问题。因为15号下晡超1点的时阵，传讲这个路段的铁机路可能因为温度相关变形。路基松软，加上天气比较热，看着就比较明显。台铁工务段的人量过了后，铁机路的温度上悬要到51度，所以让铁机路看起来亲像有变形的款。不过台铁解释讲，这其实是铁机路的方向有小可走去，评估过了后认为袂影响到安全。不过因为经过火车，车厢真明显有咧显，所以为着保险，也是要求驶过这火车速度拢要放慢到时速30公里，一直到铁机路调整过了后，才暂时把时速提悬到50公里。轨道有一点偏掉了，等晚上温度降下来以后，我们会做一个彻底的应力解除跟方向整理的动作。台北车头嘛有真侪路南的火车，因为速度放慢造成慢分。台铁嘛已经伫15号半暝派人去做全面的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果将会出炉，高雄市长韩国瑜是以44.8%支持度赢过台面的27.7%，朱立伦是以17.9%排第3名。而这一届的民调规则，政党比例是占85%，因此呢，伫咧韩国瑜、蔡英文、郭文哲三个拢真强的情况之下呢，韩国瑜以47.7%大赢郭文哲加蔡英文。虽然讲过台面同款赢其他的人。不过呢，无韩国瑜差遮尔济，总平均嘛输韩国瑜哦。这让韩国瑜伫初选当中也顺利来胜出。知影结果了后呢，韩国瑜伊讲伊完全拢无欢喜的感觉，反倒转来呢是感觉压力真大。韩国瑜当选，韩国瑜当选。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甲党内人先替这位打出炉的准总统参选人加持。我的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一丝一毫的喜悦都没有，我感觉到无比沉重的压力。我只希望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之后，得到各路的朋友的帮忙，
我们一起来开创台湾美好的未来。韩国瑜表示，并无特别欢喜，但是民调结果数字选赢得真水气。韩国瑜以超过44%领先郭台铭的27.7%，朱立伦的17.9%排名第3，周锡伟、张亚中排名伫咧第4甲第5。就是逆增上缘，越是被批判，我们的心性越坚强，越成长。大家一起来做他的天龙护法。只有我们5位初选参选人相互截长补短，与本党团结一心，才能抵挡民进党的步步进逼。边仔的人拢要来甲伊相挺。韩国瑜毋若伫咧党内有真悬的人气，政党对比也是遥遥领先。韩国瑜以总平均47.7%来赢柯文哲的18%，蔡英文的15.8%。郭台铭虽然嘛是领先，但领先并无韩国瑜济。伫咧计算方式顶面，政党比例会当来到85%，这嘛是互韩国瑜顺利赢到初选的原因。采取最公开的方式来举行，几乎透明到可以让我们全国的国民都看得到。为着要避免互人讲话，这一次民调计算是全程公开。对结果来看，韩国瑜的支持者手电话的办法起了效果。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瑜呢，伫咧初选呢已经正式来胜出了后呢，有真侪听伊的人呢，有一个叫做杏林哥哦，为着要庆祝，就伫咧六合夜市啊，这单位头前哦，发2020杯的这个杏林茶，边仔这芳店的头家嘛，输人毋输阵，送520斤的这蒜味的芳，希望讲这韩市长哦，会当伫520入去总统府。穿国旗衫、戴国旗帽啊，手的会国旗，韩媒大家拢足欢喜的。原来是高雄市长韩国瑜确定要出来选总统啊！他很认真，叫他要保重身体，因为他太辛苦了。好，运动要公平竞争啦，袂使去啊冒黑啊啦，出来代表就是讲，拢茫甲冒的拼实力啦。这是高雄的六合夜市，杏仁哥为了庆祝高雄市长韩国瑜即将代表国民党出征2020，下午呢他就提前营业，准备了2020份的免费杏仁茶发送给民众。边仔的芳店看到嘛，得咧送520袋冻酸芳，那支持的民众小听，真侪韩媒嘛拢走去现场斗三工。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在所有人的心目中最理想的那个总统候选人都能够顺利当选，所以我们今天送了520个蒜味面包、冻蒜面包。因为520，我们希望我们的韩市长能够顺利在520那天就职。2020年1月11号将是我们的决定性的一刻，所以我今天很开心，也号召大家可以来，我欢喜大放送2020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共襄盛举。业者送食的送啉的，就是希望韩媒会当继续团结，做伙伫明年520甲韩市长送入去总统府。记者综合报道。李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竞选党内初选失败，昨暗呢伫人民册顶头发文来感谢着民众的支持，讲我努力无够，互真侪支持国党的朋友失望了。不过规篇文章也是无讲到是毋是要脱党参选，以及着国民党团结。今日呢郭台铭电影幕僚老友童上这个广播节目的时阵呢，有上新的讲法，连线记者叶婷。好了，主播各位观众，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呢，在国民党的初选失利之后，他的下一步呢也备受外界关注。他昨天呢深夜是在脸书上面发文说，除了是感谢粉丝对他一路走来的支持呢，他也提到他对中华民国的热爱是永不改变。不过呢，字字句句却没有提到脱党参选或是说国民党大团结的字样，也让外界关注他下一步有没有可能继续参政的意愿呢？而他的幕僚，也就是永盈基金会的执行长刘宥彤，今天上广播节目的时候呢，有最新说法。对粉丝们，我们的想法都是这样，没有非锅不投这件事。但至于其他的候选人要怎么样去争取选民对他们的认同，那个比较不是郭台铭董事长自己能够去撼动的。我觉得，但是他从选前到现在不改初衷，他就是告诉大家说，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一份子，都应该为中华民国的繁荣昌旺，还有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幸福福祉来做努力，所以并没有需要有什么非国不投。那他也不过就是中华民国的一份子。
那但至于说其他的候选人要怎么去争取选民的认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每个候选人需要付出的努力，这倒不是郭台铭董事长能够出来讲什么的，因为投票是一个自由意志。好了，我们听到呢，刘同的转述说呢，目前郭台铭董事长的心情是还 OK， 不过呢是需要时间再做沉淀一下。而他呢这一路其实参政走来呢，也到了外县市爬爬照，很多县市政府呢，他也提供他的产业的建议，或是说未来 AI 是如何转型。他说呢，他也交代他的幕僚是未来之后呢，其实都还是需要他再继续执行。不过这段时间呢，他是需要时间再做休息一下，然后有可能呢会是出国的时候呢，是带着小朋友去做过暑假。未来呢，在回国之后呢，才会开记者会对外说明。以上是记者长老听行，先把时间交还棚内。好，咱感谢记者来自现场上新的连线报道。另外，也未表态，这台北市长郭文哲今仔日是继续搁再互人追问讲，是不是参选的郭文哲冇上新的回应。我的经验卡梅拉超过22次就是国有大事。市长，蓝绿都是多么好事多磨，你是在里面写抽号码牌参选声明吗？抽号码牌，好事多磨，你是在里面写参选？什么好事多磨？没有啦，今天一个那个什么维吉尼亚大学的教授来演讲了，讲那个美国不中国的兴起是不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嘛？这个有一个专题讨论的。所以你认真思考之后有答案了吗？这个这么困难的题目，哪里是一天可以想出来的？那你还要想多久？不急了，我想，这是这样的哦。昨天我们在思考是这样的，就是说，反正两党的候选人已经出来了嘛，那这也是要思考题目，说台湾今天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了嘛？那所以，说这样的解放不一定要是我们自己去解嘛。所以我常常讲说，在现有的基础上嘛，好，两党是候选人这样，那还有其他的解决的办法嘛？那其实你们还是不太了解我这个人是这样的，不管当医生、当市长或做什么职务的，反正我都是早上工作到晚上，我就是把时间塞满了。所以对我来讲，我就是工作啊，我也不会说，也因为这样，所以也不会去想说，我要做什么，因为就算做台北市长，要做事情都做不完了，所以我没有说一定要这样。所以我也是那个老子的那句话的，就是什么为而不这叫什么？生而不息嘛，为而不有，攻而不居嘛，不一定要。咱今来看一个现场的消息，高雄市长韩国瑜呢是确定要代替国民党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了后，今日的在呢是先回归市政，伫市府调开例行性的主管汇报。外界焦点呢依然是拢伫咧选总统顶头，咱来听一个详细的讲法。和谐的规则文明的规则、礼貌的规则，还是拜托各位网友能够多的来个参考，好不好？副手人选了吗？国政团队组成了吗？那副手人选会目前我身为现在高雄市市长，一心一意来拼市政，所以未来所有类似国政的问题，要请各位能够了解，我们用书面答复。那大家问我的任何问题，关于市政问题，我很乐意来口头跟大家的报告。我觉得这样子定位会非常的清楚，而不会杂乱。我再重申一遍，所有对外的说明关于市政，我本人会非常乐意来亲自跟大家答复。如果问到选举跟国政的问题，我会以书面来向大家报告，好吧？跟郭台铭见面吗？高雄市长吗？谁？说话有可能接棒高雄。现在这个都是假议题哈，根本都没有在考虑之内。来，请问还没怎么讲？确定要投入2020了。现在今年这个台风是可能会是担心是穿心台，所以我们刚才在市政会议的时候要求各局处跟各区公所务必要严防大家要非常注意、非常谨慎，因为现在高雄市政府的所有的事情都被放大镜来检验，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得更好，绝对不能出任何纰漏。所以我要求所有这次台风带来的任何事情，我们一定要做到零灾害。刚才已经命令下达了，每一个局处、每一个区都会严加防范这次的台风，好吧？昨天那个农舍的大门跟围墙开始拆，是不是因为确定？我已经答应过，关于农舍我已经讲过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特权，剩下就尊重云林县政府的决定。好，我的答复。我不晓得，国政问题非市政问题，我用书面来答复，好不好？谢谢啊。那昨天有还有在上面上看法，外媒说你亲中。
咱拄则看到的是韩国瑜伫市政的例行性主管汇报当中，不过针对着总统的选举，伊拢无必来回答。另外，伫其他消息方面，全球气候无正常，台湾嘛出现着38度的降温哦。不过日本呢，却是面临热天拢一直无来的问题。日本北部甲东部按顶个月下旬呢，着雨淡水低，会使讲日头拢不足。东京市中心更加是连续17天有日头的时间拢无到3点钟，也创下31年来的纪录。明明是热天，民众却举雨伞行伫路的，感觉湿个冷。东京市中心小连续8天的温度拢无到-25度，创下1993年到打7月上低温的纪录。保育園では結構いろいろ風邪が流行ってたりとか、この子もずっと鼻水が止まらないので。鼻水大丈夫？鼻水大丈夫。大丈夫。鼻水垂れてるけどね。气象厅讲，受到岳福刺激海高气压的影响，日本东部甲北部外太平洋地区，规个拢是较湿冷的空气。为6月底开始就雨淡水低，东京市中心为6月27号到7月13号，小连续17天有日头的时间无到3点钟，敢若阴过7%尔，创下31年来的纪录。农作物嘛受到真大的影响。間違いなく低温ですね。低温と日照不足です。そうですか。弱ったもんですよ、今年はね。出日的时间伤少，收成就会较歹。1993年就捌造成菜色果子甲米的价小大起，超市开门的时间还要到门口就排队排到落长。来たの4時半ですよ。朝4時半。4時半よ。落雨天衫真恶打，民众抢来去自助式的洗衫店烘衫，洗衫店的生意足好的。うちの中休みが全くないような状況ですので、通常が100だとしたら、もう今200%ぐらいの。はい。根据气象局的预报，未来1礼拜可能同款拢会是这种湿个冷的天气。20号太平洋高气压变强，气温才会变高。日本今年的热天真正真热的日子可能会较少。记者综合报道。7月14号，法国国庆阅兵，那军队真壮观。军备方面冒新的发布，阅兵典礼当中出现着一款飞行厨房，伊上紧的时速会当达到190公里，飞过上下大道头顶的时阵哦，在场的人拢起来拍扑啊！而飞行厨房那看起来真歹，确实嘛有机会作为军事用途。法国国防部就表示讲，未来会当进行军用测试，亲像讲将飞行厨房当作后勤平台，甚至讲用来发动攻击。以后看到阿兵哥伫天顶飞执行任务，唔是无可能哦。法国国庆场面真大，不过上受到大家注意的也是伊。一个阿兵哥手会举枪打飞行厨房，为画面倒边飞出来，刷来停伫乡下丽舍大道的天顶，现场的贵宾拢看到目睭无转轮。法国总统马克宏嘛一直点头。You've never seen before a flying soldier, as he's been dubbed, swished over crowds watching the parade in Paris. 这是法国真水上奥多麦冠军塞巴达发明的飞行厨房，伊嘛伫个阅兵大殿顶的亲身表演，互大家看。这台飞行厨房有4辆250匹马力的喷射引擎，时速上紧超190公里，会当飞到3000公尺悬的所在，上重会当载100公斤。虽讲飞10分钟就无油啊，不过塞巴达讲目前搁伫改良，后届要挑战伫飞的时阵加油，目标是要飞过英吉利海峡。The makers of the Flyboard Air achieved its proof of concept milestone by producing the safest, most reliable, lightest, fastest, and least expensive personal flight system ever created. 塞巴达希望会当甲飞行厨房卖互法国军方加强军备，法国国防部嘛讲未来会当做军用的测试，不管是要甲飞行厨房当作后勤的平台，或者是要用伫咧攻击顶的，相信拢会有真大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天气足热啊，热甲用要掉沙啦，若想要看衫的人呢，这有真侪禁忌要特别注意。广告了后，做回来关心。
你们是谁啊？欢迎继续登来新闻现场，下面是一个上新的消息要提供给观众朋友哦。疾管署公布，台南市又搁新增一个本土天狗类的病例，这是一个住伫新化区地基里50多岁男性，经过快筛检验，伫个16号确诊感染到天狗类病毒第2型。而到目前为止，国内拢总累积有49例本土的天狗类病例，其中高雄市就有39个，台南市是有10个，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花莲有一间连锁素食店，14号去2个囡仔来创治，乌白来算这自助点餐机，订一笔2000多块的餐点，算销的时阵规家伙人呢，所拢走了。毋若讲这出餐的食物全部拢爱等掉，别个人客甚至讲因为安尼加等半点外钟。这员工一看监视器，佮发现讲这囡仔伫个店内底是乌白走乌白撞，因此也打上网络来呼吁家长讲，家己的囡仔爱管得好势。你会选信用卡或优比较方便，不用啊，过台就好了。镜头搭一个，点餐就会当加入购物车。素食店的自助点餐机操作真简单，无论是老的还是少年，拢会当真轻松来使用。不过，所有囡仔甲当做这个大型的智慧手机啊，伫遐安尼点来点去，买规大堆，点完一个准备要出餐，煞找无人。代志发生伫个14迄天，花莲一间连锁的素食店。一家较法式的人来遮消费，2个囡仔伫遐算自助点餐机，因落订金额有2330块。不过伫个要付款提餐的时阵，人煞无去，店员叫号叫无人，怀疑讲是咧创治。调监视器来看，才发现讲因早就离开啊。安尼，互其他的顾客嘛爱加点半点外钟，为着因这口罩做好的餐点嘛拢全数报销去，还佫会当看到爸母放囡仔伫个店内安尼乌白撞，去甲铺上网，希望因爸母会当好好啊甲管教一下。没啦，自助点餐你不能确认的话，他乱点。自助点餐机也毋是佚佗机啊，管好囡仔的手地，敢有遐困难咧？佫要伊讲，敢是爱付钱才会当出单咧？按完成结账的动作，就代表你要这个产品，我们就会开始帮你制作。所以有可能我已经先做了，然后那个人没结账了，就可能落单了。其实自助机仔台除了伫柜台出餐付款以外，信用卡、悠游卡，佮这个行动支付，嘛拢随会当甲这个钱纳好势。不过，不管是用倒一款方式，若是落单了后，厨房都会开始来制作。为着要让民众会当有多元的消费选择，不过若是去拄到有心的人，也是较热气的囡仔，恐惊就会算断食材。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要出来去台中有一个6岁查某囡仔，腹肚痛，又搁吐又搁闹，还搁烧袂退，小便嘛变做青绿色的，赶紧到病院来挂急诊。体会了后，发现讲伊的白血球甲体内发炎的指数拢相当的悬哦。医师一开始怀疑讲是毋是去感染到绿脓杆菌，想袂到呢，经过细菌培养了后，证实到是沙门氏杆菌感染的。经过询问了后，原来是查某囡仔因兜的人哦，因为冰箱歹去无电，家长呢为着要甲这物件清清呢，想袂到食的落去摕袂起来，所以因此来引起着肠仔炎。透明袋仔内底青色的水，都是6岁查某囡仔的尿，甲正常的尿色水相比，青色看起来实在是真惊人。很吓人。他尿有面前是不是有发炎的东西 ？OK， 很厉害的发炎。这个查某囡仔前一阵仔形容腹肚痛，又搁吐又搁闹，搁烧袂退，挂急诊才发现，伫伊的血内面白血球甲发炎的指数拢真悬。一开始医生怀疑是受到绿脓杆菌的感染。经过确认是受到沙门氏杆菌的感染，因为家里冰箱坏了，顺便把一些放比较久的食物清出来，也把它吃掉。比如说高丽菜啊，包起来有水的，对，或一些蛋壳上面可能就会存在这种细菌。好佳在查某囡仔经过抗生素的治疗，伫咧3天后就顺利来出院。医生表示，一般正常的尿是黄色的，若是出现其他的色水，就有可能是身体出了问题，亲像较深的黄色表示水分无够，红色表示尿路感染，黑色代表食落去的药啊、食物甚至是中毒。若是白色，就是泌尿道感染。
青色除了甲食落去的物件有关系以外，嘛有可能是因为细菌引起的流露感染。它的特点就是它会解一些深绿色的便，如果它局限在肠子就还好，但是如果它跑到全身，就会造成所谓的败血症。感染沙门氏杆菌，拢会出现急性胃肠炎的状况。一般大人的抵抗力较好，休困了后就会当豆豆恢复。毋过厝内面的小朋友、老大人的抵抗力较无够，严重甚至会出现败血症。提醒即马是热天，食物较容易歹去。若是冰箱歹去，就更加有可能造成食物保存的问题，千万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天天气足翕大，去找中医师，这口水的民众嘛变真多。不过中医师嘛要提醒其实口水有袂少禁忌，亲像是讲家己伫咧厝内底口水的时阵，虽然讲爱保持着空气的流通，不过呢，唔通伫咧电风卡，或者是讲有对流的风的所在来刮痧，若无可能会因为讲吸寒着来引起着其他的问题。另外口水了后，嘛爱啉一杯较热润烧的这滚水或者是盐水哦。口水了后30分钟内唔通洗身躯。避免去刺激皮肤。经甲后生听，真侪人拢会口刷，天气变热，去口刷的患者嘛变多。不过你敢知影，口刷其实嘛有一寡爱注意的所在。若袂当口甲伤大力，口刷的时阵，电风嘛袂当直接对人吹。那时候毛孔是就所谓的腠理，它那时候是开的，那这时候很容易就会有风邪入侵到我们的一个身体里面，造成一些过敏的情形。口刷的时阵，电风若直接吹，可能会因为寒着引起其他的问题。中医师嘛提醒，口刷了后爱啉一杯热润啊烧，或者是较正的盐水。安尼会当互血路循环较好。口刷口完30分钟内嘛袂当洗身躯，避免刺激到皮肤。另外，像讲糖尿病也是癌症的患者，想要口刷，拢爱先互医生评估过。若伫低血糖、低血压、腹肚枵，也是伤忝的时阵口刷，可能颠倒会互人更加艰苦。因为空腹在很疲劳的情况下，人体的一个气跟血没有办法很主动到我们的头。当我们还是使用刮痧治疗的时候，常会造成我们头晕目眩。另外，中医师嘛提醒，口刷口完了后，皮肤出现无同的色，嘛代表身体有无同的问题。若出现水泡，代表身体湿气相当；若是红色的体内恐惊有发炎的情形；乌豆红就是表示气血未顺，身体较会酸痛；若是乌色的，就可能是体内有毒素、体寒的症头。正确的口刷唔来，互人较快活，来当知影身体有啥物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天气这热，要去倒位好呢？南投三林溪是一个好所在，阁会当看花金菇。广告了后，做过来去看卖。嗨，你们是谁啊？欢迎继续登上咱新闻现场，规台湾行透透，带观众朋友来去家人。家人市和平岛调查古物有新的进展哦。圣萨里瓦多城伫咧修道院3年前挖出3具欧洲人的人骨遗骸了后，一区原住民囡仔观察，考古团队最近又搁挖出了6座墓，其中有5具人骨的这个遗骸。另外呢，也发现讲这个教堂墙影的基座，推测是教堂的后殿，嘛进一步推测出教堂的方位，这也证明了和平岛伫大航海时代是重要的基点。3000多年之前就有人伫咧住，甲整个和平岛历史呢，按西班牙统治时阵，搁来向前来推进。
大天去山顶纳凉，也阁会当看火金菇。这是南投三林溪园区推出着看火金菇，结合着天星的导览行程，吸引着真侪游客来参加。园方也强调讲，爱先保护好山林的环境，才会当让大自然一直生存落去。进一步来结合着教育的产业，制造较大的观光商机。黄色的光点闪闪烁烁，斗倒伫暗暝的天顶，互人亲像散步伫星空的大道同款。南投的三林溪热天火金菇大出，吸引真侪游客来这体验星光大道。大家人拢举一支红光的手电啊，400外的游客真有水准，点咧拜访这个火金菇的生炭地。等你的目睭较色暗乌暗的环境的时阵，看到这侪火金菇，这死一个，遐死一个，这40分钟的闪闪烁烁的洗礼，互民众讲实在有够价值的。相机脚架都没带下来，觉得值得拍。从山上，然后闪闪的慢慢到地面上，然后慢慢会在你的身边。如果你坐在这边的话，静静的观察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有人后悔讲无早翕相机来记录这水的一幕呢啊！其实，甲火金菇的美景，甲记伫个头壳内底，豆豆来回味，安尼嘛是真赞的。自然生态来斗大观光，三林溪的园区，甲热天的看火金菇，结合看天顶的星，连续4年免费带游客踏入秘境，来享受大自然的礼物。伫热天了后，这游客数平均对5万人，来到7万人。园区内底有430间房间，7月假日拢客满啊！啊，若毋是假日，逐工的订房嘛冲到8.5%，保守估计，干那7月就会当有2000万的收入。游客要观赏的数量比较多的，集中在夏季7月有蚊蝇，还有11月的秋天有秋天的萤火虫，叫巨角雪萤，还有2月中旬以后的神木萤。重视生态保育，让生态欣欣向荣的话，可以带来很多的赏萤人潮，这也是三林溪做生态旅游的宗旨。暑假到啊，除了爬山耍水翕相，嘛当来三林溪遮，担头看天星，档头看火金菇，因拢是闪闪烁烁，安尼会当提悬地方的旅游商机，嘛会当去学习到要安怎去保守大自然的山林。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长潘平安甲 ICA 巧克力比赛主席15号进行视讯记者会，会上2个人宣布，2019年世界巧克力比赛亚太区正式开始。这一届呢是为期1个月这巧克力比赛，伫长期推行可可的屏东来举办。除了希望参加比赛人会当做出特别的巧克力以外，嘛希望讲会当透过比赛将屏东的可可撒向国际。2019世界巧克力豆大赛亚太区，就伫屏东来举行。15号迄天，屏东县长潘明安透过视讯记者会，和 ICA 巧克力豆大赛的主席共同来启动竞赛。世界巧克力豆大赛从2012年开始举办，甲全球分做美洲区、亚太区、比利时区，拢总有10几个区域咧进行评选，选出区域代表了后，佮进行全球的决赛。巧克力豆大赛的评审团嘛是聘请巧克力豆的专家、食食评论家来组成，希望透过因的专业能力，会当选出年度上有风味的幼乳巧克力豆。屏东县政府非常荣幸的在水土保持局，包括各委会的协助指导之下，连续第2年来主办世界巧克力，更让我们的业者可以跟国际的交流。这摆有1个月亚太地区竞赛，伫长期种可可的屏东地区来举办。除了参加比赛的人会当利用可可的差异来制造出特殊的巧克力豆，会当伫大赛内底展现较出色的。嘛希望透过竞赛，甲屏东在地种的可可甲送向国际。记者。这边。
嗨，哎，嗨，嗨，哦，你们是谁啊？高子，我拜托你放过你自己，我拜托你放过周伟伟，好不好？我也是和你一样，我希望他幸福，你信吗？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出现在这里，你能说几句祝福我的话吗？我真的很不甘心，事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不应该以现在这个身份在试婚纱吧？你应该是我。但是我要结婚了。每周五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健冠名赞助播出。台视17Q 暑期重大改版，没有归零，没有归零，没有归零，很重要，所以说3次。太强了！奖金让你拿到手软，连续答题不淘汰，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 全新玩法等你来战。会不会朵拉班长其实心里默许吗？当班长就再也回不去了。小圆，你跳得太认真了，整个脸部都没有表情，没有笑容，这样观众看了可能不会喜欢哦。坏掉了你就再买一个新的就好了，你还在修什么修啦？不行啊，唯一一个我找到了。每周1至周5晚间8点，《女兵日记》语义报道。限时内2人需站在浮板上扭腰摆臀，率先让计步器达到指定步数的队伍即可过关。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你是怎么跟前男友分手的？说来听听嘛，也许我可以把它写进我新书里。远程集团的一切你就交给张胜熙吧，因为我只是个私生子。你在胡说什么？你刚刚不应该这么冲跟你父亲说话。你在我老姐那边当特助，你会这样跟他讲话吗？所以你这注定一辈子都忘不掉那个家暴你的前男友。每周6晚间10点，台视频道男神时代。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台视欢庆《航海王》开播20周年，带你前进无感体验动画纪念特展。6月14日起，连续8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获得《航海王》特展邀请卡入场券。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1至周5下午5点半，周日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动画《航海王》。
哎呀，别搞二战，别搞！这边，打住！马上！你们是谁啊？高子，我拜托你放过你自己，我拜托你放过周维维，好不好？我也是和你一样，我希望他幸福，你信吗？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出现在这里，你能说几句祝福我的话吗？我真的很不甘心，事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不应该以现在这个身份在试婚纱吧？你应该是我。但是我要结婚了。每周五晚间10点，请锁定台视《我们不能是朋友》。感谢大成保健冠名赞助播出。台视17Q 暑期重大改版，没有归零，没有归零，没有归零，很重要，所以说3次。太强了！奖金让你拿到手软，连续答题不淘汰，快下载17 App， 每周日晚上8点锁定台视17Q， 全新玩法等你来战。欢迎继续登来咱新闻的现场。伫红牛上困难悬崖跳水篱笆冷站，英国的选手介随航铁得到冠军，也成做比赛历史上第1个人。新闻最后就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去欣赏。我是小美玲，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再回来。你好，欢迎收看7月16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午间大头条首先关心，今年第5号台风丹纳斯预估5号成型，不排除会成为穿心台，最快可能在今天晚上就会发布海警。另一个焦点带你关心，阿公倒车没注意，孙子就在后头撞死1岁孙子。新闻一开始呢，就来看到彰化县皮头乡一家洗车场，15号上午，阿公开着客户的车回来洗车场洗车，倒车的时候疑似没有注意到孙子就在后头，整台学步车被撞倒卷进车底，家人紧急将男童送医急救，但是男童伤势严重，颅骨骨折，伤重不治。阿公也自责到在急诊室门口下跪落泪。救护车赶到现场，家属焦急哭喊快一点。阿公赶紧将孙子抱上车，因为孙子遭轿车撞上，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救护人员沿路 CPR， 阿嬷坐在救护车上不断哭泣，医院紧急抢救，男童因颅骨骨折，伤重，宣告不治。足艰苦的，我足青啊，我偌艰苦的。到着有义务，我就讲我要生你啊，后壁都没有物件，哪有到着义务？意外现场拉起封锁线，男童的学步车还倒在轿车底下，阿公难过自责，怪自己太粗心。我咧有行路，啊，拢用迄个吐。哦，吐咧行啊，对啊。这看阿公当然欢喜要约出来呢。约我，佮重点佮倒错咧倒拢无听。意外发生在15号上午9点多，彰化啤酒家洗车场。当时阿公开了客户的车回来要洗车，坐在学步车上的小孙子看到阿公回来，兴奋地滑到轿车后方。阿公倒车疑似有视线死角，没注意孙子就在后头，直到撞到了也已经来不及。第一时间，阿公自行先将孙子送往附近外科诊所，一时无法处理，才赶紧叫救护车。急救嘛，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形，就一直拜托说救他的孙子啦。两个老拢伫家咧洗车兼顾囡仔免请人啊，所以我艰苦啦。因为爸妈都在外县市工作，男童出